李兆基博士傳記第一章：少年5遭遇賊劫，畢生難忘。1939年，日治時代，饑荒遍地之外，地方治安也壞到極點。這無疑是有因有果、互相牽連的道理。人窮了、飢餓了，別無其他辦法可想時，就想到強搶劫掠。當時直闖民居、打家劫舍的案子無日無之。認真來說，家家戶戶都避無可避。良民無計可施之餘，凡是受過賊匪洗劫的房舍，就在大門外張貼一紙，清楚明白地寫上：某月某日某夜某時被劫一空，請移獄部，以免徒勞無功。經營金鋪銀號的李介甫早已作出兩種防範，其一是搬離祖居，移居於另外一處地方，免被賊匪上門光顧。那個暫時租住的地方，實際上是收藏財物的倉庫，有堅固的牆壁和鐵門，四面均有空間環繞，宛如護城河似的。只有中間倉庫才是供住宿的地方。萬一有火災或搶掠，那四面空間是緩衝地帶，可閉門堅守，比較能拖延時間，以等待救援。其二是李介甫在收鋪後，就把金鋪銀號的值錢之物全部放到一條長長的布腰帶之內，讓李兆基纏在腰間。李兆基每晚真是名副其實的腰纏萬貫，隨住父親和數個伙計步行回暫居的倉庫去。是晚飯後整裝，李兆基把那條內涵豐富的豬腸帶捆紮好之後，就齊齊踏上歸途去。之所以要最小年紀的李兆基晚晚肩負重任，就是覺得他是小孩，易於掩人耳目。萬一遇上劫匪，也不會以他為搜索的對象。可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這晚李介甫一行數眾，在中途就中伏。剎那間，從四方八面湧出黑壓壓的一群人，把李介甫等團團圍住，荷槍實彈，實行洗劫。李兆基這孩子身手靈活，靜悄悄地從人群中逃走出去，正活命地奔跑，希望賊匪不會分散注意力在他身上。可惜仍有兩三個彪形大賊不肯放過這條漏網的小魚，直把李兆基追入窮巷。走投無路的他，前是銅牆鐵壁，難於跨越；後則惡兵窮寇，隨時掩至。有生以來從未試過有絕望感覺的李兆基，此刻一個轉身，面對着兇神惡煞、賤慾橫生、手執槍械的匪徒，一個強烈的念頭湧現李兆基的腦際：人只要能活下去，留得青山在，有什麼困難也是可以解決的。終於，賊匪一把將他揪起，撕破了他的上衣，搜出了那纏在腰間的豬腸帶，繼而一掌把他推跌在地。三步並作兩步就跑過沒影兒了。李介甫父子劫後重逢，百感交集，苦不堪言。被洗劫一空之後，最辛苦的是翌日返鋪開門營業時，要面對本錢周轉不靈的困難。眼看父親把鋪頭的剩餘物資以及瑣碎雜物拿去變賣，李兆基覺得異常難堪。終於，父子兩人同心合力，把變賣所得從頭再苦幹起來。這次經歷是李兆基畢生難忘的教訓。自此之後，他就明白到意外經常會突然而至，有機會就要額外勤奮工作以求積聚。廣東俗語所謂好天氣買落雨柴是對的，六舊錢變新，轉弱為強。1994年、1942年，中國開始8年的艱苦抗戰。抗戰期間，不少的中國人都激勵自己，要在苦難、困迫、狼狽、饑饉之中掙扎屹立起來，包括李兆基在內。日治時代，在順德有很多手上囤積金器的農民，被逼住把金器變賣以維持生活。此外，不少在香港及海外工作的華僑也要匯錢回鄉接濟家人。故此，李介甫父子認為，在順德經營金鋪銀號兼做匯兌和貨幣金銀買賣的生意是大有可為的。李家並沒有動過遷徙到港澳某出路的念頭，如何緊抓着這些難得的機會去發揚光大，成了李兆基朝思暮想的問題。淪陷初期，紙幣買賣依然活躍，
國民政府、中央銀行的大洋紙在市面仍有使用，人們抱有長久擁有大洋紙至光復之日仍能使用之希望，故此喜歡完整、光潔、易於保存的大洋紙。當時市面流通的中央銀行紙幣如有殘缺，例如穿孔、崩角、有鏽跡或有污穢，就不通用了。最受歡迎的是直版、順直、次直等。交收紙幣時，總要經過一番手續，精挑細選之後，往往有2-3成不合格而要退回去。這些不受歡迎的紙幣，價值只有原價的6成至7成。面對着那大堆亂糟糟、烏稀絲的紙幣，如何使它們增值及流通呢？大約在1941年，有一天，李兆基經過家裏的天井出門之時，看到了被僕在洗滌，綴一大盤衣服，太默然茅塞頓開。當日就抱了幾袋的舊紙幣回來，將之全泡在水盆裏，加上漂白粉，把紙幣上的污漬洗滌刷除，再塗上一層蛋白，使它變得硬朗，然後撈上來風乾。用熨斗逐一熨完之後，再一張張將紙幣疊好，拿塊大鐵餅壓着，使紙幣變得新鮮、光亮、耿直。經過了這一番清潔的功夫之後，原本6至7折收來的貨幣，大部分可以10足價錢兌換出去。這種紙幣整形的效果，頓時李兆基備受父親和銀號掌櫃讚揚之餘，還讓他得出嚟一個以後受用不淺的營商道理：貨物無論何時何地要暢銷，就得要好好包裝。愛美是人的天性，任何物品的外貌都是吸引人的先決條件。越是處於艱難脫手困境的貨物，越要為它扮靚。這番成績令李兆基領悟出一個可以說是順應環境、轉弱為強的辦法。7. 官僚壓迫，化險為夷。1942年、1944年。1942年，13歲的李兆基在金融業上的天分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早已在李氏的金浦銀號內出掌要職，甚得父親的器重、鄰里的讚賞。其時交收紙幣，既有新舊之分，也有點數費時失事的麻煩，忙中容易生錯，越多紙幣越難點數清楚，有心之失和無心之誤，結果同樣會導致銀號老闆吃虧。且攜帶不便，加上治安成大問題，口袋裏沒有錢的人固然擔心，手上有大量紙幣的人一樣憂心戚戚，恐防劫掠。當時有信用的銀號都發行大額的臨時收據，相等於現代的銀行支票。如此一來，客人把黃金、貴重貨品或各國外幣帶來賣給永生銀號，換回一紙收據。該收據可以隨時兌現，亦可在市面上流通作鈔票，用來購貨換物。對手一看是有信譽的銀號發出的，就樂於使用啦。這種早期的禮券和支票，果然受到坊間用戶的普遍歡迎。永生銀號信譽昭著，發行這些大額收據，等於不用利息，就有大量現金周轉，又可以作本錢投資買進黃金、銀元、外幣及各種有用物資。事實上，處在政治局面動盪的大時代裏，昨天才解決了的困難，今天又會重新再摸上門來。永生銀號發行的臨時收據在風行一時之後，受到日治偽政府的注意，從而實行干預，被認為是違法之舉。當時面臨的危機是銀號將要被罰停業。這是官僚們小題大做，用斯文的卑劣手段來敲詐劫掠。鋪頭內的夥計收到這個照會，都嚇得面無人色。只有少主人李兆基淡然一笑，安慰着各個老句子，說：連手裏有槍的匪徒尚且見錢眼開，太平盛世，求財不求氣，何況時逢亂世。果然，後來經與父親四處奔走，找得跟偽政府有交往的同鄉叔伯，自動建議向政府繳罰稅款，終於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伯克紹基求獨當一面。1944年、1947年，李介甫一直以來在廣州灣都有生意，需要他頻頻來往照應。到1944年，李介甫看15歲的李兆基已是長袖善舞，又能臨危不亂，心懂應變，於是就放心長駐廣州灣，把順德的永生銀號和天寶榮金鋪都交到李兆基手上去掌管。
期間，內地的黃金、銀、元和中外紙幣買賣及匯兌業務仍相當活躍。使順德的鄰近鄉村市鎮，不論是水客、商賈以及同業，都不斷前來買賣。所有來光顧順德這間永生銀號的大手買賣，在李介甫去了廣州灣之後，都由李兆基親力親為。每早開市都親自由夾萬取出金銀錢幣，每晚收市亦由他親自點存才放入夾萬。夾萬的鑰匙隨身攜帶，絲毫不識墮，不嫌煩，不嫌轉，故而生意蒸蒸日上。李兆基揸盤老定，出價公道，買賣爽快。只是鄰近市鎮的同業行家，有的缺乏現金，有的缺乏黃金，他們需要作套戥買賣為平衡方法。於是君先用長途電話向李兆基談妥買賣價錢，然後由水陸兩路分別到李兆基的鋪頭交易，其門如市。此時的李兆基真是忙過不亦樂乎，生意額為全市之冠，穩執該業的牛耳。有了這數年的經驗，李兆基已深得運籌帷幄的奧秘。九鍾情香港，勇闖天下。1946年、1947年、1945年8月15日，日皇裕仁正式宣布向盟軍無條件投降，8年抗戰終於結束了。可惜隨之而至的並非真正歌舞升平的日子，很多人在慶賀戰爭到底。過去之後不久，就要面對貨幣因時局動盪而變為廢紙的浩劫，剎那間一貧如洗，身無長物的震盪，實在不是很多人能承受得住的。事實上，面額越來越大的紙幣，象徵着人民的離心越來越重。當時所有的商業交收都要把一大袋一大袋的紙幣抬來抬去，非但不方便，且紙幣貶值之速使人難以置信。只是飲完一頓茶的時間，手上的金圓券就會少了1/4的價值。和平後的3年，幣值一直如江河下瀉，連累多少人傾家蕩產、血本無歸，比戰時更似雖生猶死，惶惶不可終日。人人都只好儲存實物，諸如米、油、片糖、穀物、羊雜、麵粉、西藥、兒菇菜、萬金油等，緊握在手，以求有點保鮮。這個實物天下使李兆基提高警覺，對他日後的投資策略起了重要的啟示作用。李介甫從廣州灣回到順德之後，發現兒子把家業管理得頭頭是道，有條不紊時，內心不但欣喜，而且認為當前最急於要討論的是今後的前景和李兆基的前途取向。李介甫問兒子：經歷了這幾年，你對自己的前途總有一個看法吧？李兆基也就在深思熟慮之下，毅然向父親提出了要到外頭世界去闖一闖的意願。李介甫心上想，兒子這個請求是合情合理的。李兆基10多年來長伴膝下，在順德這彈丸之地，於變幻莫測的戰亂時代，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資源，非常難得地已發揮了無限的才幹，不負父親所託，將家業發展至巔峰狀態，再把這兒子留在身邊，留在鄉間，日後只會大材小用。於是李介甫問兒子：你有想過到哪兒去發展嗎？李兆基隨即清清楚楚地答：我喜歡香港。李兆基從不會不經思索就胡亂向人提供答案，也從不曾在沒有事實和數據為基礎的情況下提出他的意見，故而他說他喜歡香港也是有根據的。早在順德淪陷之前，李介甫就曾攜子到香港視察，看看香港可否作為日軍來侵時之避難所。當時曾把李兆基留在香港，讓他寄居於李氏姑婆跑馬地的家中，小住了大約1年之久。那段日子是悠閒舒暢，卻是難忘的。李兆基曾爬上太平山，從山頂俯瞰下來，全港景色如詩似畫地映入眼簾。香港的海港澄碧無波，香港的山巒翠綠無塵。當時的香港其實也真是這麼簡簡單單、清清楚楚的一片青的翠綠罷了。可是香港給李兆基的印象就是清潔，就是美麗，就是活潑，就是朝氣，也就是李兆基所下意識地追尋的人生。
他無法忘記幼年時小住香港時心曠神怡、心朗氣清的好感覺，對淺水灣的景色風光尤其懷念。當時年幼的李兆基已經很捨不得離開香港，一直盼望能有日重回香港。其實在1946、1947年間，李介甫從廣州灣回順德之後，李兆基已因生意關係而需要在年中來往港澳多次。終於在1948年，他才不過18、9歲，便辭別了父母，離開順德，重臨維多利亞港，努力發展事業了。從此，年輕的李兆基便與香港結下了不解之緣。本節到此為止，多謝觀賞。喜歡本節目朋友，敬請 like 及 share，並請立即訂閱頻道，以免錯過其他精彩節目。